周星馳點解代表一代香港人？如果要揀一個人去代表某一代香港人嘅心態、掙扎同幽默，好多人都會揀周星馳。但周星馳之所以重要，唔係因為佢好笑，而係因為佢笑得好痛。喺8、90年代，香港經濟高速發展，表面風光，但底層壓力其實好大。樓價升，競爭激烈，機會多但唔平均，好多人努力打拼，但永遠覺得自己只係差一步。而周星馳電影入面嘅角色，正正就係呢班人。佢成日演嘅都唔係英雄，係小人物、邊緣人，冇背景、冇資源，成日被人睇低。但偏偏就係呢啲人最想證明自己。喜劇之王入面嘅臨時演員食神，入面跌到谷底再爬返上嚟嘅廚師，少林足球入面一班冇人睇好嘅失敗者，全部都係香港人好熟悉嘅身份。佢哋唔係贏在起跑線，而係靠死撐，靠唔服輸，靠我都想試下。呢一點對一代香港人嚟講係極度真實。第二，周星馳嘅笑係香港式嘅自嘲，唔係高高在上嘅幽默，而係對現實嘅反擊。佢會用誇張、無厘頭、近乎荒謬嘅方式，將生活入面嘅無奈放到最大，等你笑完之後，先發現其實講緊自己。呢種笑法好香港，因為香港人唔中意喊苦，但好識用笑頂住壓力。第三，周星馳電影反映咗一代人嘅價值轉變。早期作品入面，成功好似仲有路行，到後期喜劇之王、功夫，你會發現成功未必等於快樂，堅持自己反而更重要。呢個轉變同香港社會好同步，由揾錢最重要，慢慢變成我係邊個，我想點樣生活。佢嘅電影陪住觀眾一齊長大。第四，周星馳代表一代香港人，係因為佢從來都唔完美。佢嘅角色會失敗，會出醜，會被拒絕，甚至最後都未必贏得掌聲。但佢會繼續行。呢種唔型但真嘅感覺，比任何英雄敘事都更貼近香港人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周星馳唔只係一個電影人，而係一種語言、一種情緒、一種共同記憶。當你再睇返佢啲電影，會發現你笑嘅已經同細個唔同，因為你已經行過嗰段人生。所以周星馳之所以代表一代香港人，唔係因為佢最成功，而係因為佢最誠實。佢將一代人嘅無奈、野心、失敗同希望，全部放入笑聲入面，而嗰種笑只屬於香港。